阿摩特神父想當年呢，都被一啲咧唔相信驅魔嘅人士，包括佢同事嘲笑佢嘅説法，因為咧祝福衣物咧其實咧係附魔人咧都係一個非常之重點，因為佢哋全身可能都非常之多疾病，而我亦都非常之相信係有效果嘅。阿摩特神父只要懷住信心使用聖物係特別有效，如果冇信心將會冇效果嘅。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以及天主教教法典第1166條使用同樣嘅言辭，將聖物定義為神聖嘅記號，直指象徵精神嘅效果，賴教會嘅轉禱而獲得。凡是懷着信心使用呢啲工具，會獲得意想不到嘅結果。舉一個例子，當有個病人乜嘢藥物都無效嘅時候，阿摩特神父只需要喺佢患處簡單畫一個十字聖號，並撫抹咗驅魔聖油，咁然之後就會個患者豁然痊癒啦。所以我需要聖油，我個頭額、我個肢體、我隻眼、我隻耳都需要驅魔聖油。天主祝福所有嘅神父。